行吧，那你说说吧，说说你们家什么情况啊？介绍介绍啊，哪儿人呢你？我是黑龙江人。嗯。我爸呢是在七台河煤矿工作。嗯。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的，一家人都在那儿。啊，家里3口人，我爸、我姐和我。你妈呢？我妈去世了。什么时候去世呢？就生我的时候走的。嗯。啊，因为我们家那矿那儿吧，离医院挺远的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，就路上把我生下来，到了医院就走了。啊，所以阿姨，我就考大学的时候呢，我就考的妇产科专业，就想。啊。是。哼，全世界就瞒我一人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阿姨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跟小米吧，我们俩这个事儿弄的，就是当时确实挺突然的，想去办这个证，就没告诉我爸。我爸一听这，给我好一顿骂，你知道吧，阿姨，在电话里给我骂了1个多小时，说你这小子，你这么大事儿，你不告诉家长吗？你哪有你这样孩子？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这是？你赶紧跟你丈母娘赔礼道歉去啊！人家打你骂你都听着，全是应该的。真的妈，我都没想到您阿姨能这么通情达理。妈，前2天金亮他爸都来了，就看您这样，又灰溜溜的走了，你这老头怪可怜的也。谁都可怜，就你妈不可怜，行了吧？就您那脾气，吓死一个半个的。我吓死谁了？我吓死谁了？我啊？我吓死你了吗？你死了吗？快了。不是你在哪儿上的大学啊？在北京啊？本科是4年，研究生还有3年。还挺能读书。不过这事儿我跟你讲，妈，我得跟你说，这小亮啊，上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可好了，全都是第1。那美国那有个医学院啊，给他就是发那个邀请函，给他奖学金，让他去那边上学，在那边工作，他都不去。行，他好，他棒，行了吧？我跟你说真的，行了，知道了。没完没了了，你还好几个。哎，小姑，啊，怎么着？啊，没事，挺高兴的，没聊天了。啊，怎么着？啊，你领朋友来看病是吧？行。对，现在谈事儿。我这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再说啊。哎，行吧。你小姑是吧？我小姑。王琳琳。啊。你就忙去吧，他不是要带人看病是怎么着？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。阿姨，我错了。明儿饿了吧？妈给做好吃的去啊！你想吃什么？告妈。随便。妈给做好的啊！妈给烧条鱼，咱们冰箱里有鱼，特别好。哎，我不应该接这个电。妈。这个时候接什么电话呀？我忘了，我这都聊嗨了，我怎么现在不是？我现在怎么办？行，妈，哎，
别管我叫妈啊，我不是你妈。没听说过有姑娘那么对自个儿妈的。那我不叫你妈，我叫你什么呀？我叫你阿姨。对，叫阿姨，叫王阿姨啊，王阿姨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不是你刚好好的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米小米儿，一开始我看着那孩子，说句老实话，看着他给你又端水又扇扇子，急得一身汗那个样儿，我还真有点心软啊。但是后来他一接王琳的电话，你妈受不了啊！不是你们怎么着啊？你跟你爸有毛病啊？啊，非得找一家子的人呐？你们这不是成一伙的，把你妈排除在外了吗？不是，那不是巧合吗？那我和金亮是有真感情的，你不能干涉我们的婚姻自由吧？啊，我不干涉你婚姻，我干涉什么了？你不是结了吗？我干涉得了吗？21世纪了是吧？你妈应该文明啊，应该讲道理，给你人权，都给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这就对了嘛，我早就……但有一点啊，别住我这儿啊，我受不了。我说王阿姨，你不让我住家，我住哪儿去啊？你让我睡大马路上、桥洞底下，你爱睡哪儿睡哪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为了爱情吗？睡水泥管子挺好。啊，行，我不跟你说这些。不是你看没看见我现在工资也不高，金亮没工作几年，工资也不高，我们俩还买不了房子。北京房价又这么贵，是不是？米小米，他买不起房，他娶什么媳妇儿啊？他是一大男人，娶了媳妇儿了，没钱买房，结什么婚呢？有能力结婚吗？够条件结婚吗？就结。你要是这么不讲道理啊，那我得跟你说道了。这个房子可是我爸买的。当初我爸还特意跟我说了，要是我结婚了，这房子是留给我的，留给你的。哎，我不管你爸怎么说的，我就问你，咱家房本写的谁的名啊？是你米小米吗？是叫王淑华吧？不是你，我什么我？你少指着我，点礼貌没有？你住这么大房子，你不害怕呀？晚上打雷不得吓死你啊？我害什么怕呀？晚上打个雷就把我吓死了，那我早死了。我告诉你，别说打雷了，下刀子我都不带怕的。不做亏心事儿，我不怕鬼敲门。这么多房间，你住得过来吗？我怎么住不过来？我当然住得过来了。我135住那屋，246住那屋。我平常白天我中午在沙发上打个盹儿，我高兴了我餐桌上我都来一觉，你管着吗你？少在我这哆嗦，把儿待着去。行，算你狠啊，王阿姨。我跟你吃冰拉冰，我没话跟你讲了，咱俩啊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。什么叫吃冰拉冰不跟我说了呀？我说你也是，一点人之常情都不懂。你明知道我妈跟王琳跟你小姑是那种关系，你干嘛还接电话呀？你不知道刚才我妈都已经动情了、动容了，都那眼睛里面都有泪光了，都已经改变主意了。这下好，就因为你个电话。不是，老婆，你不能怨我一个人吧？我哪知道你妈跟我小姑有那么大意见呀？是不是？再说你之前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我哪知道啊？我怎么提醒你呀？这还用提醒吗？我发现你这人也真是的，要不我妈说你那一根筋儿。哎呀，你说你没钱没房子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但是你不会说话又不懂浪漫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说我怎么就嫁给你了？嘿，不是你嫁给我怎么了？你受多大委屈呀？啊，我挺优秀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个妇产科大夫。哎，行，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啊，反正我妈过2天再说，现在我是没办法了。你让我怎么着啊？米小米，你不是低血糖吗？怎么这么一会儿一点事儿没有了？我好了，怎么着吧？但我被你气出高血压了，我还被你气出心脏病来了呢。那我还脑血栓了呢。死去吧你！哼！倔强的老头哪儿那么
多有一趟又一趟，他把心操透，没错没有，频频走。喝开水，易老大。80块钱还不给打水啊？不给。我们那20块钱都给打水。倔强的老头，哪儿那么多愁？一次又一次，他这个房子值20块钱。没先没后，不分时候，把儿子搁在前头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这个倔老头。哎，丫头，是我。哎，到了，别惦记着了啊！哎，另外我跟你说呀，你弟弟要是给你打电话，你别说我到北京来了啊！哎，等我办完事以后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啊，好，别老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出去喝酒啊！哎，好，关掉了。谁呀？谁呀？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啊，米饭，咱们俩已经离了婚了，离了婚就是离婚了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想跟我成朋友。我告诉你，咱们俩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，知道吗？翻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来骚扰我的生活，你这样会影响我重组家庭的。干什么呀你？什么干什么呀？谁跟你做朋友？你别自作多情好不好？我来看我闺女的，你别忘咱俩生了个闺女，那是我俩的闺女，各占50%血缘。你别不讲理啊！是我虽然不能在法庭上起诉你，但在道德法庭上，你必输无，一败涂。什么意思啊？非让我讲全了呀？必输无疑，一败涂地。我路过这儿，顺便看看。你这一套。现在你路过这儿，你就随便进来看啊？你当我这是博物馆呢？你路过这儿没事进来溜达溜达？你买票了吗你？你能别那么气势汹汹好不好？那姿势，注意姿势。就是那个是商量点事儿，就咱闺女那事儿，你到底打算怎么解决啊？解决什么呀？解决没什么可解决的。我已经跟你那50%血缘的闺女说得很清楚了。他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，100%都是你的血缘，你自个儿生的，行了吧？我跟他没关系，我跟他断绝关系。你怎么说话的呢？什么叫100%我的女儿？我怎么生？我有这个器官吗？能不能咱别闹了好不好啊？说点正事儿。我跟你讲，你别装了行不行？闺女真跟你断绝关系，不认你这个妈了，你怎么活？你不给自己找难受吗你？我难受怎么着啊？我可不是难受死吗？你以为我现在不难受啊？我不也得忍着吗？难受，我有什么辙呀？哎呀，王淑华同志，怎么这么多年你的脾气一点都没改呀？我真愁死了。你说女儿结婚啊，本来是大喜事，愣让你弄成撒狗血电视剧了，你这不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就过不去了，我就是过不去了，怎么着吧？我自个儿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闺女啊，现在手里拿个刀子就往我胸口上捅。还有你们这些人都是帮凶，恨不得一刀把我赶紧捅死。有这么严重？有这么严重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有，没这么严重。我分析你动机了，你就是跟王琳琳过不去。不就因王琳琳跟小亮家有什么表亲戚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都不是诚心的。人2个孩子吧，人处有感觉了，人彼此放电了，恋爱了，相爱了，很美好嘛。做大人的应该替他们高兴，对吧？啊，行，高兴，你高兴去吧，你高兴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哼，你现在已经双重身份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什么双重身份？你说什么双重身份啊？哎，你娶了王琳琳，她嫁给小亮，王琳琳是小亮的表姑。打今儿起，我就让小米就管你叫表姑父，高兴吧你？能不能别闹了，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个所谓表亲是八竿子打不着的。他是那个小亮刚到北京不久嘛，就是他爸爸，不是拐了几道弯找到王琳琳，攀了这么个表亲戚，一点血缘关系没有。他们是出5福的老表。什么叫出5福啊？5福你都不懂？不是，什么叫出5福啊？那到底是6福、7福还是8福啊？ 220福。
啥子梦呢你？能不能别闹了？我骗你不是人，他们真是没点血缘关系，烦死了。怎么样，老爸？搞定没有？哎呀，哪那么容易的？不过有进展，有进展啊！你妈在我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的启发下，她沉默了，她认真听我说话，在思考我的话，而且没把我撵出去。嗨，您就这么点追求吧？没撵您出来就是胜利了。闺女，你别急，这事得一点点来。老爸给你分析啊，其实你妈呀，内心她挺矛盾的。但你也知她那个脾气，一旦跟谁较上劲儿来，她不没有个输赢的话，她是不罢休的，对吧？你现在让她松口，她觉得自己输了，那没面子了。但她心里清楚，赢了既然登记了，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她想反对也反对不了了。但她这口气呢，她过不去，顶在这儿了。你等她给自己找到台阶儿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我就这么跟她耗着啊？耗着。耗，人生有需要耗着，机会就来了。不过跟你妈也不能老耗着，还得帮着她一起找台阶嘛，毕竟是长辈。总之你见机行事 ，OK？ 知道了。那你小心开车啊！我走了。哎，别忘了，记住，跟你妈千万不要硬顶啊！我知道。小心开车啊！好，走了。去吧，闺女。后面还差一张合影，基本上礼拜一交稿没问题。跟头说一声啊。哟，回来啦！啊，别忘了，那就这样，哎，拜拜。哎，你不是睡水泥管子去了吗？哦，回来取被子来了啊？吃饭啦？不吃。爱吃不吃，我自个儿吃。真好吃啊！今天，嘿家伙。瞧这色香味啊，真香啊！嘿家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不吃吗？我凭什么不吃啊？我不仅得吃，我还得吃饱了，我保持体力，我好继续作战。你打算跟谁作战呢？我呢，跟谁作战，我心里特别清楚，他自己心里也特别清楚，我就不用指名点姓了。我发现你是我亲闺女。哎呦，我真怀疑这个，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？不是，哎，绝对不是。我生你的时候，绝对不小心把隔壁那床那小孩给你掉包了。对，你想啊，你长得也不像我吧，性格也不像我吧，心眼儿也不像我。你说你哪儿像我呀？你隔壁老王的吧你？错，我是楼上吴伯伯的。好，那你去找吴伯伯去。真是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生的也就算了，嘿，我还把你给养大了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，我容易吗？我等会儿，你能不能别老动不动就提一把屎一把尿的？啊，合着我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做了，我就光拉屎撒尿了，我还吃着饭呢，我。给我盛碗饭。不管。你能不能给我盛一碗？你就盛呗，有啥？你还真是又累不死我，盛一碗，撑死你！妈，我正式通知你啊，你要是再这么虐待我下去，再这么摧残我身心，说不定哪天我想不开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我拉着金亮我就租房子去，我出去住，我专门租那最便宜的那个，就那地下室，冬天冷夏天热。我每天没饭吃，我看着地上那老鼠、那蟑螂，我就吃不下饭。天天我跟你讲，我瘦的跟骨头似的，我哪儿
紧去，赶紧去！现在是6:20啊，6点半之前你必须离开家啊！赶紧给我租去，租晚了就没了啊！去呀！我告诉你，千万别在你王阿姨这儿演苦肉计。你王阿姨跟你也没血缘关系，我告诉你，心狠着呢，根本不在乎。你赶紧去！现在啊，快6点1刻了，你6点半之前必须出家门，要不然租不着了那地下室可啊！你前脚租完，明儿我就派100只蚊子、200只苍蝇、300只土鳖，我放你屋。我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海陆空3军，我全放你屋。然后你一睡觉就爬到你身上，吸你的血，吃你的肉，吓死你！行，行，我不跟你斗啊。哎呀，王阿姨呀，王阿姨，你别老叫我小名。行，我不跟你斗，我找救兵去。我找楼上吴伯伯，我找吴伯伯来弄。我吓死侬！侬想吓死谁呀？我吓死侬！啥人啊？侬，吴伯伯，吴伯伯。家的老头满脑子念头，一个又一个，他这东哥哥上上下下，干嘛呀？您看房子？看房子是吧？我先随便看看还不成吗？行，那我给您介绍，您看全是优质房源，您随意看。我回来了。噔噔噔噔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烛光晚餐啊？哎呀，还有红酒，咱俩好长时间没这么浪漫了。你这一天到晚净忙工作了，哪顾得上我？是，我工作确实有点太忙了，回头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说的好听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今天什么日子？忘了。哎呦，要死，咱们结婚纪念日！哎呀，我还真给忘了。哎呀，这都怪那个敏儿，都是敏儿那个事儿给我给闹的，成天脑袋晕乎乎的，愣给忘了，还没臊人行了，别找借口，你哪次记得了？不然我这人就是忘性大，礼物明天一定补上啊。礼物好说，咱俩先吃饭。好。怎么回事这？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不行算了。对不起啊，玲玲，我可能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我看，你不是工作压力大，是我给你的压力大了吧？亲爱的，真的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我的问题。那我现在要是说不要孩子，你是不是马上就好了？那你试试，不是这累的就我就没反应了，你多理解了。哎呀，这样咱们过些日子到海边去度个假，就会好了，没事了啊。我哪也不去，我就想要生孩子。你看我现在啊，这个事业虽然很成功啊，但是还有很上升的空间，我一定要做到世界500强，那个时候咱们要孩子，那就500强的儿子。我等到那时候，哎呀，我就成黄脸婆了，我还生孩子？不会的，时间不会太久的，放心，你会永葆青春的啊。好，哎呀，睡觉吧，亲爱的，明天上午还有好几个案子跟你们谈啊。晚安，好，睡吧。哎呀，要不你明天去医院看看吧？你神经病啊！我去医院干嘛？我又没病，我这不是什么生理上的毛病，我就是精神上的嘛。工作压力很快就会好的，去什么医院？睡觉。睡觉。老公，几点了？
现在2点多一点。再等会儿。还等？来，消毒。来，等会儿，我老婆说等会儿，那就等会儿。那还得等多长时间？孩子都不着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就是。老公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2点48了。跑不了，顺产。大盘等不了，这是胎盘。我说的是股票。哎，顺产很顺利的啊，好，慢慢使劲啊。想买房是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您看一下啊。有大的吗？大的，多大的大？呀，回来了。哎，我这刚出去3分钟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得了吧，3分钟，我来了都5分钟了。怎么了你？啊？什么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是吗？哎，我今儿出门的时候照了照镜子，我觉得我今儿还挺好看的呢。别对我要求那么高了啊，更年期了我都。怎么着了？嗯，明儿那事儿想通了没有？想不开了，我这辈子想不开了，不可能想得开。就因为人家是外地人，那外地人就出优秀成绩的有的是。你看我这儿，我这好几个外地小伙子，那干得好着呢。不是姐，我也没那么瞧不起外地人，不是。主要是他们家这情况太特殊了，他妈把他一生下来就去世了，他爸含辛茹苦带大他跟他姐，他姐比他大好几岁呢。哎，合着这孩子一走上工作，一走上社会，刚领了薪水，哎，就得开始养他爸跟他姐。我们家米能过上好日子吗？这嫌人家没钱，小米嫁一亿万富翁你就踏实了，你就没得急可着了。到时候你不定着什么急呢？姐，你听我说，也不是因为钱，我是那人吗？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你到底因为什么呀？反正就是心里难受，真的。好不容易养大的闺女，老觉得她前程似锦的。嘿，突然之间就结了婚了，而且还嫁这么一个，哦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不甘心，难受着呢，真的。姐，你肯定不能理解，因为你儿子还小呢。你等你儿子大了，娶了媳妇儿，结了婚，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等我儿子长大了，他娶媳妇儿也好，不娶媳妇儿也好，哎，哪怕他就是有一天回来跟我说：“妈，我同性恋带回一个来。”哎，或者是手里抱一私生子，我照样欣然接受，热烈拥抱。笑开，这话是你说的吗？这是那个谁来着？那明星在微博上写的吧？甭管他谁写的，我觉得人说的对，我跟着用一下怎么了？成，你伟大，我渺小。倔强的老头，哪儿那么多人？一趟又一趟，他把心操透，没做没有，拼拼凑凑，把老家扔在身后。倔强的老头，哪儿那么多愁？一次又一次，他把眉头皱，没先没后，不分时候，把儿几环呢？在前头。这儿有，是情深深售楼部吗？4环5环中间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是爱家居中介吗？我看上的那套多少钱？这都5环外了，还那么贵呀？那它离丽水桥多远呢？哦，挨着13里的铺。我
我是什么招都使尽了。算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咱俩明天就租一房子，就住一起，咱俩就搬在一起，天天住一起，就不信了。气死我还气死他呢。那不就等于跟你妈闹掰了吗？我到现在还没在你妈面前把这美好形象树立起来，你再来这么一说，那这以后这关系不就更难缓和了吗？缓和什么缓和呀？那是他要撵我走的。哎呀，你俩就别互相跟这置气了，行不行？那是你妈，她能真想撵你走吗？我跟你说，小米，要是你跟你妈因为我闹掰了，那我心里可过意不去。你别磨叽，更不同意。你做不做？做不做？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住一块儿的话，咱俩就离婚。反正我耗不下去了。瞧你，我哪舍得跟你离婚呢？你想跟我离，我还不同意呢。上哪儿找这么漂亮的老婆去啊？行行行，我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你想租哪儿？咱俩。哎，爸。啊？你又来北京了？对，就这。大叔，您放心，这些家具啊都送给你，您就踏踏实实住吧。那这手续多长时间能办完呢？您把相关材料准备好，大概1个半月吧。那么长时间？对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你跟这个户主说一下，我先把首付给他，然后我就搬进来住，其他的手续呢你就慢慢办呗，行不行？您着急住是吗？着急呀，我儿子等着娶媳妇呢。爸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？我来好几天了。哎，来了，小米。不是你来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这个完了再说啊。不是你，这什么意思？跑这儿来干嘛呀？滚！干什么呀你啊？喜欢不？喜不喜欢跟咱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就把它给定了。定了？你想租这儿的房子啊？不租，买。你可别逗了，咱们哪有钱买房子呀？还买？有。哪儿来的呀？反正不是偷，也不是抢来的。爸，你赶紧跟我说实话，钱哪儿来的？买房子钱哪儿来的？我把老家房子卖了。你把房？喊啥呀？不是爸，你别给我看看，你别吓我，你把房子卖了？卖了48万5，中介拿走了1万。咋了？不是爸，不是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，您干嘛这么冲动？你把房子卖，那你回去，你回家你住哪儿？你住哪儿啊？回去我不回去了。你不？我要住在北京了。不是你要留在北京？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，我现在回到北京，不也算是落叶归根吗？不是爸，你留在北京，然后你我小米咱们仨住在一块儿。那我不跟你俩住一块儿，我也不能跟他妈住一块儿。哎呦，不是，哎呀，你咋了？你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小子，这老话说了，父养子大，子养父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那看你这样，你还有点不乐意啊？不，爸，我没不乐意，真的，我没不乐意。那你啥意思？你含声叹气的？不是，我跟小米这不刚领完证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这一堆事儿都挺乱的，而且他们家那关系现在都没弄清楚。您说就这么乱，您又掺和进来，这不是添乱吗？这不是？我添啥乱了？这还不乱呢，爸。本来我跟小米这事就能解决好，您至于把房子卖了吗？您说，那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
那结婚不是咱们老天津天大的事儿吗？啊！我不卖房子，我怎么办呢？你丈母娘为什么嫌弃你啊？啊？说你是外地户口，那都是扯淡，不就是因为咱家没有房子、没有地吗？没有钱吗？你要是有房子、有钱，你就是农村户口，他妈妈也会黄土不到，清水坡街，像迎接皇上二大一样，敲锣打鼓的把你迎进他们家门去。你咋还不明白这道理呢？你小点声行不行？人小米就在旁边站着。人家他妈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妈不是势利眼，他妈人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他妈生气就因为我们俩登记之前没跟他妈打招呼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就生这个气。你别，他妈人挺好的，真的吧？是，就算他妈不反对，那话又说回来，你俩结婚以后没房子怎么办？租房子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！你早晚要买房子。我现在把房子卖了，手里有了钱了，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了。不是，这不挺好的事儿？我们俩有地方住。你住哪儿啊？住他们家，不是说了吗？他妈一个人，房子现在挺大的，而且他老了肯定有人照顾，就先住过去呗。那我老了谁照顾？我们俩照顾吗？不是？我跟你住在一起，不正好照顾我还方便吗？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？啊？你怎么属鸡的什么记吃不记打呢？你第一次上人家家，人家他妈就给你轰出来了，啊？你还想去？我为什么把房子卖了买房子？不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吗？我儿子就是睡在大街上，也不能上咱们家里去。你跟爸说句实话，你想不想娶媳妇儿？想。那你就听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你妈生完你就走了，不是？那时候你还太小，不懂事。你妈走的时候就拉着我的手，你妈就跟我说老金呐，孩子小，我走了。你今后无论如何，要把这个孩子拉扯成人。我说行，你放心吧。为什么你妈走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续弦？我跟你说，儿子，爸爸就是怕娶个后妈给你气受。不是爸，你怎么说这些干什么爸？这么些年呢？我是又当爹又当娘，就是盼着能看到你事业有成，娶妻生子。我这当老人的心里头不看着高兴吗？我在亲戚朋友面前不觉得这脸上有光吗？回过头来你还说你爹给你添了。爸，你看你这干嘛呀？你别激动啊！我跟你说，小子，我是希望你有出息。我不想看见你现在这个熊样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咱们娶的是媳妇儿啊，你不能去做那倒插门的女婿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一个男人没钱不要紧，但是不能没了骨气；一个男人没房不要紧，不能没了志气呀。你记住爸的一句话：城墙倒了，身份不能矮呀。为了你的幸福，别说是一套房子，爸就是抛头颅洒热血，这房子咱也得买，咱也得高高兴兴的把媳妇儿娶到家里来。这老话不说了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好赖咱们家这也是皇族出身的啊，咱不能叫人家他妈瞧不起你，瞧不起你爸爸我。你记住了没有啊？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反正事儿呢，都这么办了，房子也定了，也买了，爸就抓紧时间装修。北京人咋装，咱咋装。他妈那边呢，你也别太主动了，先抻着点儿。等爸把这些事儿都搞得四脚落地了，到时候再说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
打点水去。算了吧，去看看你媳妇儿，在外头站半天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爸要租房子住啊？不是租，是买房，买？给咱们俩买的。哎呀，你爸太伟大了！这回咱俩不用租房子住了。我看你是高兴的哭吧？我还高兴呢，我爸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给咱俩买的房。啊？把老家房子卖了，给咱们俩买房子？是啊。哎呀，那太不合适了。算了，跟你爸说一声。哎呀，说什么呀？刚才在那儿把那房子定金都给交完了。哎呀，你爸性子也太急了。是我爸他人就这脾气，我都没法说他。你说卖房这么大的事，不跟我商量商量，说卖就卖了，你那怎么办呀？定金也交了，房子也买了。你爸对你够好的呀。我爸对我是太好了。